南投县队今年初开始呢，是来增加公路客运6673线，来串联草屯、南投市到高铁彰化站，也有台铁的田中站。提醒民众，这10块的试营运的票价呢，到昨就结束啊。今仔日开始已经恢复正常的票价，上悬是105块。咱若大家也开始关注这载客量敢有受到影响。这台小型的巴士，就是南投到彰化的客运。 会使到彰化高铁，嘛会当到台铁的田中站。试营运的期间，车票只要10块。不过对5月份开始恢复到正常的票价。若总是对于南投市要坐到彰化高铁站，即马票价变到14块。正月2通车，甲咱4月底为主。总共有5000几个民众来使用。自咱5月初1开始，咱爱恢复原来的票价。请民众爱注意。 没差别，为什么？因为停的站很少。哦，所以会比较方便，就对了。对。下车他们就扶着下车，也分好了，多几辆来载也分好了。南投的公车和客运过往拢是驶去台中较侪，要落南去彰化的交通较无方便，所以对今年1月份开始有增加6673的路线。 不但是会当改善落南客运无够的问题，嘛会当串联到咱南投到彰化的生活圈。一天驶9逝，来回总共18班，经过草屯、南投到高铁的彰化站，还佫台铁的田中站，拢总有10站，会当满足通勤、就医，佫旅游的交通需求。 而且试办到4月底，车票是10块。南投客运表示，新路线的载客率有57%，看起来有建立到基础的客源。初期人客的数量较少，过来职业大客车的司机即摆欠缺，所以是用交通座来服务。即摆使用的车辆数是5台。不过5月份开始，车票会恢复到咱正常的票价，车钱25块到105块拢有。 运量较会受到影响，嘛引起注意。南投客运表示，不管票价偌济，拢会用心来经营，未来嘛会看需求来调整班次。记者洪英修南投报道。